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一寡人拢开出去外口行行咧。出名上百年台中公园最近常常有10座比人更加悬的鱼形鱼饲料机，差不多量机约20部到一台。伫咧2月5湖边，一寡民众看了到底，算讲实在有够歹。到底是啥物人坑的？原来原因是因为有人灌一批真水的金鲤。烦恼民众乌白市市政府才稳准管的人会当坑饲料机，互民众落钱买饲料。因为民众反映讲真歹看，已经把机器摕掉啊！来到台中公园日月湖边，想要翕相，角度桥这边翕到一台鱼仔饲料机，桥过也是翕到鱼仔饲料机。最近公园内底出现10座比人更较悬鱼仔型的饲料机，用20部到1座的比例，伫咧湖边远远看美丽的湖畔变甲有淡薄仔亲像是网架。有民众感觉实在是足歹的，讲100年的公园哪会互人安尼对待？不太搭。如果太多，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太重在位。民众买的饲料没办法掌控嘛，他就统一掌控。知影的民众讲，就是惊人乌白饲鱼啊，规气互民众落钱买饲料来饲，因为互人嫌歹，鱼仔饲料机随着互人拆走。台中市政府讲，确实是因为有人灌一杯真水的金鲤，要放入去湖内底，需要经费嘛，惊民众乌白饲才会稳准管的人来坑这个特制饲料机，无想到也袂用，就引起争议。就先把饲料机的部分呢，我们先移到我的仓库里面。那我们再做一个景观的一个配置，后续我们会提出一个比较适宜的方法，然后再做设置。根据了解，管的人是真有名的金鲤业者。未来台中公园日月湖会有数千只金鲤，本来已经准备有公开仪式，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来暂停。提早放好的这个鱼仔饲料机嘛，受到批评，金鲤都还袂带入去新厝，就已经抓来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